抱擁精心的親吻，小時候的親手將你綁架，對這顆心完全不驚訝。明明應該要上訴親口指證，你卻盲目道歉一聲。我這個護家哲學家要怎麼過去分真假？寧願離開，內心很不清醒。就隨天填寫逃不出琴聲提醒我是個垃圾作傷者。就隨便填寫情緒無法寫，沉住氣不想你深呼吸去擺索，是我拒絕覺醒壞人一個，不顧一切改變一切，差一點一世。我這個性完全不高雅，明明應該要愉快珍惜一切，但用力直接撕毀。我這個玩家哲學家說太多也得謊話，寧願離開，來上演最用寫。我是個垃圾作傷者，就隨便填寫情緒都發寫，沉住氣不想你深呼吸去擺索，是我拒絕覺醒壞人一個，是認作被告。就隨便填寫逃不出琴聲提醒我是個垃圾最不可惜。就隨便重寫情緒都發寫，然後不變深呼吸說為何我過分覺醒壞人一個，ta t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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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a